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哎，那不是一根树的那个是什么？不知道。放东西。放东西。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对，但我觉得可以把它拿来放饮料或者是蛮实用的。它应该是什么水质还是水之类的回收吧，再回收。可以让小朋友换水。对啊，但是我们觉得下雨的话，对，下雨的话会怎么办？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和乐广场水岸旁的柱状物是什么吗？是灯还是椅子呢？你知道和乐广场其实每天都会进行水循环吗？在上一段的街访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市民的宝贵意见。现在正值和乐广场3个月的压力测试期，在这3个月，市府会召集各方意见进行改善，并在3个月后制定一套专属和乐广场的管理规范。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些宝贵的意见带回市政府给我们的都发局局长吧。各位民众各位市民，我是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局长庄德良。红溪区和乐广场在3月7号正式来进行启用。那这个工程实际上是我们市政府结合荷兰建筑师共同来进行设计还有新建那因为台南市很热所以我们希望在白天还有晚上的时候也加强一些夜间照明让民众在白天还有晚上也都可以比较长的时间在这边来这边游憩来这边散步漫步。启用之后实际上3个月的时间我们市政府有当做一个压力测试期会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市民还有民众反映意见的进行改善。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质的部分水质实际上在这个案的工程设计里面我们引入到这个水循环的这个系统实际上它有3道的这个过滤系统，所以这个水大概每天都会循环过滤一次所以这个水质的这个卫生安全实际上它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大家有提到这个地下层这个灯座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荷兰建筑师的一个创意他希望引进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夜间照明的设计把这个夜间的这个环境把它塑造出来，也希望大家不要靠近这个灯座，还是坐在上面，还是站在上面所以就请大家多多来合作那最后也希望因为这个是我们台南市一个新兴建设的一个亮点也这个呼吁希望各位民众、各位市民共同来进行维护。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连续假期过后，为了避免肺炎的疫情，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鼓励民众保持社交礼仪的距离。市长黄伟哲上午会同消防局，召集义勇消防总队甲所属的义消大队分队连干部，希望大家利用消防宣导的时阵，也会当宣导防疫的措施。伫义消的努力宣导，清明节这段期间，因为人流的分散，加上防疫宣导，互清明的连续假期，火灾的发生率大幅度来下降。对此，市长黄伟哲上午嘛特别前往消防局来慰劳，一方面感谢义消同仁的努力，另外嘛希望义消同仁伫咧宣导防灾的过程，嘛会用协助做好防疫的宣导。或市府的防疫工作做甲滴水不漏。谢谢他们在清明时节连假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火灾的发生数大幅降低。那也让谢谢民众的配合，能够让这个今年整体的清明连假在防疫工作上，在这个消防工作上都能够这个交出比较好的成绩单。那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感谢他们防火上的努力，另外一方面也要给他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在防疫上更加把劲。因为许多防疫光靠警力、光靠消防人员的这个作为其实还不够，要靠许多
义务工作人员，包括义消、包括义警、巡守队、民防、志工，这些志工人员，他们协助来帮忙做好防疫。市府上局嘛表示，依照指挥中心制定的社交距离注意事项，鼓励社交距离，室内至少保持1.5公尺，室外1公尺，以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对上午的二小会议标准，嘛会用个清楚看出每一位的适当距离，而且大家拢挂上喙罨，并且维持室内的聚会袂用个超过100人的规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校园群聚感染案例出现，也互老师、学生甲家长是愈来愈烦恼。将军区公所就积极甲泰和塑胶实验公司合作，用实际行动关证将军区内学校1000罐的消毒喷雾剂，协助对抗疫情。为了协助区内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防疫的工作，将军区在地企业泰和塑胶公司特别捐出1000罐的消毒喷雾随身罐。4月6号，在将军区公所举办捐赠仪式，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到场，感谢泰和塑胶公司的付出。防疫总动员，齐心护校园。尤其现在第一个，我们那种酒精瓶小的瓶装非常缺货，市面上都找不到了。那泰和塑胶能够踊跃提供。第二个，酒精也缺货，市面上也不容易找到。这个每天要去买酒精，大家都要排队排很长，所以泰和塑胶能够把这2样东西能够准备好，提供给我们将军区的学童，真的是非常感谢。将军区公所积极甲泰和塑胶公司合作抗疫，嘛成为公私协力上好的典范。是我们公私协力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一直在推这个公私协力啦，我希望帮公部门出点力，大家通力合作。我相信这次的疫情我们能够控制得很好。拄啊一个真适当的机会啦，拄啊就是讲学校有咧举办迄个防疫的说明会，拄啊迄个啥，拄啊区长讲这会当扩大来到咱全区的迄个啥，或者学生即迄个创啊讲这有拄啊赞同区长的理念，所以讲。就怎啊，规个来全区拢来做安尼。市长黄伟哲表示，台湾目前有效防疫成绩是全民做伙努力的成果，非常感谢泰和塑胶甲市府携手对抗疫情，相信透过正确使用这批消毒喷雾，会当让校园的防疫工作更加有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现主时正是将军绿芦笋的采收期。最近时常代言台南市各项农特产品的市长黄伟哲，6号特别前往将军区农会来推荐这项健康又个好食的农产品。将军区农会将农民提来芦笋进行初步分级甲包装，这就是将要销售到各通路的芦笋。将军出产的芦笋不但品质高，而且营养好食，佫会当增强抵抗力，在这个防疫时期是上好的选择。红萝卜跟绿芦笋都是最健康的食品，尤其绿芦笋以前大家的那个提神饮料叫阿斯巴拉就是安氏百乐就是绿芦笋，所以可知道绿芦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共同来吃最自然的上盖好的有健康概念、有防疫概念的这个将军绿芦笋。那我们绿芦笋，我相信这个部分平常都是非常非常高价，现在也是非常高价。那在这波防疫里面，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兼顾美味，还有健康、营养，还有这个防疫概念的绿芦笋，大家一起来爱用。每当3月到6月是将军芦笋大出的时节，农会总干事吴明成嘛呼吁大众，在促销期间爱多多采购这个好物件。咱的3月到6月的产量是特别多，因为咱有露天。所以咱有一天起来拢会达到差不多一天到3000公斤，咱未来可能会到一天有差不多10份左右。所以咱今日要办这促销介绍的是讲，咱将军生产的这个芦笋是足有有迄个价值。
在宣传会上，市长黄伟哲更成为将军立德顺的代言人，大力行销这项品质优良的农产，希望大家爱多食这个健康的好产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位伫安南区的五地寮庆和宫，为了举办今年第5条建设，特别选伫4月6号、7号2天，先举办5大会秀的直选活动。甲过去无共款的是，新明也下架，只是爱分流，而且入庙拢爱量体温、甲消毒手，一切依照防疫指示来办理。台南五地寮庆和宫主事保生大帝。距离民国82年顶一考照，到现在已经27档。庙方依照鼓励，伫去年底跋杯，新明来指示将举办庚子年的5条建设，而且甲以往无同，过去5大主会跋选，拢是1天长的选出。今年新明嘛特别指示分2天来办理，冥冥之中嘛暗示爱分流甲防疫的重要性。我嘛做纳闷个，从以前哦，民国82年做一遍，嘛是5条基安清楚吼，都一个暗吼，啊，就甲解决起来。啊，即届吼，只是讲要做2天安尼来跋，哦，拢一点到下暗9点，哦，安尼算2天，大家想拢无，啊，无即摆甲想的啊，新闻咧指示有影，就是讲要有人积做伙安尼，总好摊开去安尼。算新闻有交代啦，啊，大家拢较注意，啊，伊就有迄个，像大家拢若要来，像今仔日要跋即个5大主会，啊，甲炉主，啊，就甲即个入来吼，爱手爱喷即个酒精，啊，迄个每入来过来人。嘛爱戴口罩，主要是安尼啦。庙方依照防疫的标准作业，不但信众入庙参拜爱量体温，而且嘛爱做手部的消毒，管制唯一的出入口，就算出入麻烦，不过信众嘛拢真配合，认为防疫期间一切也是依照标准。较袂互相感染安尼啦，因为即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还有各大医院嘛拢做辛苦啊。啊，就是减少他们负担啊。5大主会跋选活动，下午伫个主委曾丰俊的开杯仪式过后正式展开。跋选期间，就伫个6号、7号2天，每天对下午1点到暗时9点，依照信众跋出的圣杯来比杯，将分别选出做一个炉主、总主会以及4大主会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遐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是台湾第1个甲全球知名旅游预订平台签署合作备忘录。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过一项说明会有60外间的店家来参与，市府将会协助店家进行产品数位转型甲上架行销。知名旅游预订平台客旅客看好台南的观光实力，选择台南作为台湾第1个合作的城市，日前来举办招商说明会。台南市60外间的相关店家拢到场参与。虽然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旅游业受到真大的冲击。不过市长也认为，业者会使趁这个机会进行重整升级的准备，以迎接后一波的旅游高峰。那很谢谢 Klook 今天这个速度非常快，真的是见机旅行，让台南成为一个跟 Klook 能够合作的第1个台湾的城市。那基本上。这是大家可以有做过 online shopping 就网络上
这个去买什么，我要点这个，好，那就推上购物车，在网络上购物车，然后去结账。那 Klook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可以把各位的商品，譬如说这个观光工伴手礼，好，协会或观光工厂的哪一个产品、哪一个商品，或是哪一个旅游景点的门票，好，或是哪一个地方的这个什么样的产品，都能够让它这个 online， 然后再让许多这个观光客能够自己点选、自己安排自己的游程、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以及自己安排自己想买的这个商品。那这点是非常有用的。大家讲说现在不景气，好，怎么在推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正好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把整个商品化的电商化online shopping 的这个整个的部分建制好，等到疫情过去之后，马上就可以这个做好。观光旅游局表示，Klook是全世界知名的旅游预订平台，每个月大约有3000万以上的访问量，伫旅游市场有真大的影响力。希望透过即届合作，互台南旅游商品会使伫全世界提升伊的知名度。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伫东区的平实营区规划台南市第一座的摆球场，6号下晡举办动土典礼，由市长亲身出席主持仪式。整个工程预计伫今年10月完工。市府为了提供无共运动需求的民众一个优质的运动环境，加上拍排球的人伫各级学校也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也将要伫东区的平实野区新建5个排球场地。6号下午也来举办动土典礼，市长杨伟霆甲侪位的议员拢亲自参与，期待工程会使顺利来完工。我们知道这个排球场其实国内的人口是很多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打过排球。那这个排球场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我想说这5座排球场总共花费2500万元，平均1座是500万元，中央补助1750万元，市府自筹750万元，希望能够在这个非常宝贵的黄金地段，能够这个设立这个排球场，能够让除了让民众可以打排球之外，也可以从事许多休闲活动。所以这个排球场我们希望定位成这个多功能的排球场，也希望说能够提供周边的市民，还有热爱排球的市民，还有这个许多喜欢从事户外活动的民众，能够来这边来使用。那预计从今天4月6日动土，希望到10月半年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能够让在这附近许多黄金地段、许多购物中心这些的地方，许多高级住宅区中间能够提供一个平时的、很能够提供社区居民休闲的场所。整个工程的总经费2500万，市府负担750万。除了建设球场以外，也包括周边的休闲设施。球场也是依照国际的标准来设立的，未来也会使举办大型的赛事。整个工程预计伫今年的10月份来完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大约有70%的民众伫过去的一冬拢有头痛的经验，不过大多数拢是找袂出原因。基美医学中心表示，现主时除了注肉毒杆菌以外，已经有一款新的药啊，通好预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作起来会互人挡袂牢的偏头痛，除来影响工作甲生活品质，甚至已经是造成少年族群失能的第1名。对此，基美神经内科医生除了提醒民众毋通疏忽，还向大家提出已经有新的药物通好预防，来有效改善的好消息。偏头痛的话，目前原因的话，事实上还没有到很确定，不过就我们陆续发现一些可能的原因。那现在发现的话，有一个叫 CGRP 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话，是目前认为跟偏头痛比较有相关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话，我们直接讲一个药物的话，主要就是阻断 CGRP 的作用，然后进而达到预防偏头痛的作用。那其实在之前的话，都有一些口服的预防性的偏头痛的药物，那因为副作用也比较多，那大概可能有50%的人，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的使用那些药物。
那今天要讲的药物的话，因为它副作用是相对比较少，那效果的话其实也还蛮好的。有一部分的人的话，甚至可以到完全性就完全不会再发生头痛这样，没有办法完全断根，因为原因是事实上目前偏头痛它完全的面貌的话也还不是很清楚。那目前的药物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减轻病人的负担，就让他不会头痛。然后，所以大概也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断根这样。那药物的使用的话，一般是假设症状可以控制的好的话，可以暂时先停药。那假设是之后又再复发的话，可能再把药物用回去这样。医生进一步表示，偏头痛的主要原因虽然也无明确，不过目前用肉毒杆菌的注射治疗已经比证明有效，只是因为健保也无给付，对患者是未借负担。未来这款神经传导的物质 CGRP 将是治疗新的趋势，成为患者一大福音。但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3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4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